Hello，各位網友好啊！我早前同大家分享咗一系列嘅粥粉麵飯，大家鍾意嗎？呢排天氣持續咁熱，我哋一於嚟個粥粉麵飯停不了啦！我今晚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味開胃夾飽肚嘅雜錦窩麵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點做嘅話呢，記得唔好行開，花幾分鐘嘅時間睇埋我今日條視頻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我今日嘅雜錦窩麵呢，就會用伊麵做麵底。一般麵鋪買到嘅伊麵有大細之分嘅，而我今日嘅分享就會用一個大伊麵俾大家參考。咁至於配料方面呢，我就預備咗200克嘅新鮮叉燒。嗱，咁部叉燒呢就啱啱焗起，而家仲熱辣辣、香噴噴噶。至於詳細嘅醬汁配搭同埋烤焗技巧，大家可以參考我烤焗叉燒嘅視頻，裏面就有詳細嘅講解噶啦。到處理蝦仁啦，我預備咗大概100克嘅急凍蝦仁。而家先用淡鹽水將啲蝦仁完全溶雪，然後索乾水備用啦。咁啲蝦仁呢，我就會喺個背脊度界一刀，咁炒出嚟就會變成蝦球，賣相會靚好多嘅。大家不妨考慮下。到俾翻個底味啲蝦仁，先落半茶匙生粉，半茶匙胡椒粉，1茶匙紹興酒，半茶匙麻油，咁跟住撈撈佢啦。咁啲蝦仁就 OK 噶啦。我呢度預備咗3隻嘅雞中翼。如果大家係用急凍雞翼嘅話呢，記得用淡鹽水將佢完全溶雪啦。跟住將每隻雞翼一開為二啦。跟住俾翻個底味啲雞翼，先落半茶匙嘅生粉，半茶匙嘅胡椒粉，1茶匙嘅魚露，1茶匙嘅紹興酒，同埋半茶匙嘅麻油。咁跟住撈撈佢啦。咁啲雞翼就 OK，可以備用噶啦。到預備個窩麵湯底啦，將早前浸冬菇嘅冬菇水加入適量嘅清雞湯，令到個總容量達到750毫升，就係咁樣啦。咁最後處理埋啲冬菇同埋紅蘿蔔，就可以開始炮製個雜錦窩麵噶啦。先嚟處理咗個伊麵先。水大滾，落伊麵，慢慢養鬆個麵佢啦。OK， 熄火，倒起啲麵，瀝乾水備用。我呢度全程煮咗2分鐘，俾大家參考。另外，我再預備多適量嘅菜心，用嚟拌個窩麵。水大滾，落菜心，加幾滴油，啲菜心會青綠好多嘅。水滾翻起之後，就可以撈起啲菜心嘅啦。然後煮滾個窩麵上湯備用。先嚟炒熟咗啲蝦仁先，開大火，落1湯匙蒜蓉油，落蝦仁啦。繼續保持快炒。好，起得。呢度全程用大火，大概炒咗1分鐘，俾大家參考。用同一隻鑊開大火，加入1湯匙蒜蓉油，落雞翼。
加入冬菇、落紅蘿蔔，繼續保持快炒啦。喺鑊邊灒1湯匙紹興酒，加入300毫升清雞湯、1湯匙蠔油、1茶匙砂糖，再繼續保持快炒。落叉燒，埋返個生粉芡啦。OK， 熄火，將蝦球回鑊。我呢度全程用中大火炒咗5分鐘，俾大家參考。我今日呢一個雜錦窩麵終於大功告成啦！大家中唔中意呢？平時去酒樓窩麵就食得多啦，只要我哋勇於嘗試，酒樓菜式屋企做啊，一樣冇難度㗎。至於詳細嘅材料份量，大家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噶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